已经。我的几个也是空欢喜。我的几个也是空欢喜。哎呦，阿贤呐，阿贤，嘎，陈少爷来咯，呀哈，嘎，咱来打扮，来一皮皮啊嘞。太娘，我根本你身体没舒爽，你很骗你去吧？身体又冇松手，哎呀，我看你这模样扮型啊，哎，你爱弟哦，给陈少爷最喜欢的听你弹琴吹唱，嘿嘿，呀哈，你格咱个准备来陪一个陈少爷，哎呦，哼，一个弹琴才有冇好看呐？太娘，请你放我呀！我啷讲啦？你那个爱金菜哦，当简单呐。伊家咱个皮的陈少爷，伊吼一天10几8几，伊喊我无命，伊马上要本你。爹无强用，无强样也啊！是苍龙送来的。哼，安尼爱弟咧，你也怎人吼，喊啲相机啦吼，自从基本爱赶走了后，哎呦，你就讲也无爽快，也无乜个防骗啊，哈！你爱弟呢，为到安尼事情，你无一皮，我走摕一道我太吓个哟，这个你让我打扮，一皮成少爷。太娘，我爱你，莫悲哀呀！哈，唔去，真见爱有天使爱呀！马上上黑新鲜笔，真一做事来无道理，也是我心中来呼吸，一天爱来无将你。哎呦，天使啊！太娘，等好了！哎呦，妈，也还好，我还无来高兴哦，我嘅媳妇难受啦。哎呦，等好了！陈少爷，等俺叫出地莫人，但俺看到爱走咧。叫佢走哦！哎呦，做唔得，我来留下来，我諗二講哦，也小姐，你等下看好啊咧。哎呦，陳少爺，等下咧。小姐，你有啲嘅思念成功之类，系么？春香，你对那个心意，我对佢苍龙是真心嘅，只是我。小姐，你不怪春香爱，今日主动你去亲佢吗？我不怪你，怪只怪是我自己的命运，流落研发之界，我能一了苍龙匹配，苍龙佢无爱我，也是真送佢啊！小姐，春香，我对不起你。春香，你的错嘛干？你家家空起来呀！小姐，是我骗了你，今日
爱谈到长公子己无钱嘞，惊佢会连累小姐，怎会骗伊？佢一点就无爱你，爱回转故乡。爱弟，爱张上东西万本记，李太娘马上带你去请记，全部东西都被李太娘抢去嘞，抢去嘞！汉中长公子打到遍体鳞伤，前两日唐英讲公子己你讲啊，刘老才开始了，走一名开始，走开始。相信，咱想去亲戚。好，小姐，给，我就带你来去。头家娘，一定拿来分啊！头家娘，哎呀，天气嘛，头家娘，才哥来，头家我想见上天，以此繁华给所采，也有了丢给法子，真是可怜。员工，拿丢金钱，本记丢吧。交代。有钱我分啊，哎呦，什么头家？多谢太阳，多谢太阳。多谢太阳，有钱我分啊，多谢太阳，多啊！少爷，少爷，老爷，少爷请到嘞！你认错你的眼妹了，少爷，手柄下来，眼妹了，你认错你的了。你手柄下来。严父，母亲，真嘅喜意。哎呀！嘿，你也做哑巴嘿？哎呦！哎，让我去哈啊！此外介绍，我吼按到阿志明啊，你看，你啊，这伢来耶！哇，伢来走到个酒店，哦，这搞什么？搞到没钱，也不愿打死去耶！哦，
哦，好歹爱救佢呢，爱哦，喺佢家业来做开设，哎，你係有钱嘅，呀，我保đảm爱啊，拿钱全部爱补啦。好，燕公，这个人是良人，本记吧。哦，什么嘢，安子谁，哎，排谁呀？排谁呀？啊，什么，安子谁？什么？哎呦，有钱啊，就做太阳喽。父亲，燕父，父亲来问你，佢讲嘅梗系真嘅，阿爸本以前送剑赴考，你拿去发天酒地，敢系真剑一次吗？父亲爱莫，爱只是读到3册，其他人嘅嘅钱啊，全部抢走，爱怎么变成暗用人嘅模样你啊？喊个骗我！来来问你，来阿凤没停在你嘅身边，佢记咧，去。少爷，你呀就就是讲啦，2日前啊，上京啊就督导来访，佢将你一切的事情老爷讲嘞。讲的，父亲，既然已就地，我到阿仙去，请条以下，拜托父亲。赶紧拿钱出来，拿阿仙去赎身，好冇？哎呦，你糊涂了係冇啊？跟住我喊老爺拿錢，喺度搶了個物資贖身啦！父親，我哋阿仙已經講好咧，講好情事，佢係佢未來嘅請求，拜托父親，留佢聽贖身，到時就一家團圓。看他回轉故鄉，好唔好？也是，你真是天死啊！到了下路，你唔得後悔該求算呢，喊得佢上嘅什麼嘢？喺馬沙佬嚟講，了非可靠必天要來告狀，枉費啊枉費！你係一個控制嘅門神，也跟一次嘅風筒，真歹勢，見世，乃無強過你哋嘅大爺，你走吧。嗨，少爺，你呀。你實在不能很失望哦！父親，天哥！对呀，统统控制嘅门神，你本来系上京赴考，还要变成你看嘅模样，人人欺险爱，哈！父亲讲的唔会正常，我还要把嘅面子留在了世上。长龙的爱妃嘞！
长龙，请是杯小茶。阿贤，辛苦你了。这段时间，那费事在我的身边照顾我，强强，我做做平时在路碰了啊。何用说请？可你为了3年的考期的认真，那也是份的安慰呀。可靠啊！是呀，我冇准备啊！你冇准备，给你每日的做乜解啊？我第一次啊，想乜解？想你啊！在我的身边，一位阿那多子、万一天仙下凡的姑娘，陪在我身边。人讲得好，只显艳阳就不显贤。如今这个书有乜个好看解呀？长龙，我不能按样讲啊。也书你爱看，上件副考期，真系震动之事啊。你我夫妻也满，这个书就唔是看，我也冇想去多彩经常为干了。从此以后，相依相随，我陪伴在你的身边。等下，你哋讲乜鬼？你本是孔子根门生，你了经上秀才副考期，就为了金榜题名、公众标注，想你为动爱，风流倜傥，前缘生机，杀了沦落变成乞士，好不容易有了机会，重新开始。你讲因为我是么？就因为我啊，好，你那按样讲，为我来的美貌演技，可能不能展现突出。来个面容那会，我就没够影响你，不能展现突出。阿贤，阿贤做乜解？阿贤啊！该遗言呐，江啊乡，梦中人啊，一番呐，该言呐。我的差，我的错了。你对我按用心，我就是不敌进退。奉行，此刻不一开始，我要好好倾吐顺言，多时间，多在经上去考考。我呀，唔要辜负你的期望。真紧张，因为过来骗我咯。我绝对冇骗你。有你俩计划，你就放心我嘅好阿贤啊！父亲，
俺做官都准来了啊！你总算做官了啊！哎，父亲，请等一下。阿贤，来，哎，你把包袱的，你有哪位嘞？燕父，你看，你已经做官了，上爱对你也已经无上欠，爱用嘅身份，让你批判唔过，我要离开了。讲嘛嘅我吧，嘛嘅批判唔过，俺所苦时节，喺你相处于我，哪有可能你喊我踩车为干，不你离开脱离咧？唔过上了强留嘅儿子，我不能抵挡你会痛爱为妻，让我强下，你会不能刺手嘅呀。放心，我会好好保护你，无人敢刺手你呀。从得，就算你对我係真心，看旁邊嘅位，派了嘅父親咯，不错，佢敢會接受我咧？那当然嘛结束了。父亲，你就输给了。当然嘅，你刚去缺嘅阿贤，面前見過蒼老爺咯，不用不用，我做出堂我之意，前来讲下嘅事情。虽然你係個幾出身來講，唔過咧，你嘅行為偏低，是人人得欣賞，可比出水嘅蓮花使人欣賞啊！蒼老爺，難道你冇去向愛嗎？那係無意嘅話，那一個來嘅，我冇可能振作起來，往正經上前去復課，有乜嘅好氣象？你啊，就睇那條，向下轉去故鄉吧。对呀，阿贤，從此以後，人夫唱婦隨，不睬婚禮呀。相愛先已蒼老，已經多少幾風浪。一路之上兩相隨，相見歡笑生煙陽。